师傅切一个爱心哎。你跟谁告白？恭喜菜，我是会心动的哦。我是会行动的哦。哎呦，叫民族的都很优秀。好，认清一下啦。你对我的车夫，他有添贵人吗？像律师长。你这种还做孙沙冲散沟哦。哦，我有杂茶味，不要慢下来。医生，你麻烦你哦，可以表贵的新北司机讲有。压力那么大啊！对，给明珠姐没关系，下一次换你来当主厨，没问题。好，等我学好。新北客家，冲了飞，哇，有好食，有好高。哇，呢個客家叫做係因腰肥了。土樂飛來嘅，而且呢，今年還係地區限定嘅新北客家土樂飛哎哦。呦，記到他出只爆蔥嘅，特別談到爆蔥嘅時節哦，乾車。真的，哎，新北客家，那你也要加入啊？還沒算係新北客家，你哋還沒算係新北客家了哦。係啊，真係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第一先來分享到小戴師傅。大家好。你咁樣已經自家做誒？動人哦。哇，第二專場哦。斜槓哦，擺攤。大家好來看一下哈，非常有才華，林慶吉林師傅。大家好。我幫你表演一擺，來。喂，哎呦，緊身喎。哇，還 ending pose。好厲害，好厲害。厲害。三號輪呢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站，先來分享到嘅你來自新北三峽嘅表姐妹嘅，你主持浪漫妹子分享。大家好，慢慢。歷史就好。哎，大家好。今天呢是豬豬密度最高的一集哦。錯，因為3號呢有繞牆的兩尾酒哦，讓你又染粉哦。對。好，大家好呢，白天也是會來自新北樹林，記得係表姐弟，按到許明珠、羅煥滿。她是我異父異母的姐姐。是的，妹妹你好。因為不同姓是嗎？對。哎呦，看到歷史中愛用爆蔥來，大家都研究，這樣下手要輕一點啊！哇，不錯，人家就平常時都會 Q 下來發通呀，對嗎？會。哇，這也是一個往內複打啦。講到新北咯，你想到最有名的鐵山哦，今年記得有帶來。新北聽到哎，我們先看看百寶箱裡面有什麼呢？耶！三峽的金牛角。金牛角。金牛是哦，那金树金牛是，哇，哎，好吃好吃。都用哎。哎，动用，金上。讲到三峡一定要吃金牛角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因為生人啊，特殊，動物係愛要獎勵啊，尤其金牛角，它的含義喺我哋客家人，跟牛啊當勤儉，當老實啦，所以表示生人咧特殊外顯，我哋要幫佢獎勵一下。果然是理事長按摩講法。我跟你說，麗珠姐也很厲害，我跟平常是，她是一個業餘的攝影師。哎呦，你說你很會拍攝哦？動我幾腳？喜歡而已啊，還會幫大家做記錄。係，我哋要做發通嘅時間其實負責，然後你做剪接、照相。好厲害，咁厲害！他係本身係模特，本應照相。你懂唔懂？愛本佢做模特。你是係哦，那種雍容華貴的感覺。錯，大家好，看一下，藍隊這邊大家不用來係嗎？哎，來係乜計？哎，不用餅哦。喂，樹林有名的不用餅。聽說味道我哋要排除哦，這個要排隊的。1點鐘以上。哎，哎呦，真強勢啊，很強勢，真強勢。東紅主任。這樣。那不用餅有典故有沒有？因為咧客家人走起啊，下不一樣就走的比較不一樣些，想不一樣，但是味道不一樣，所以呢是不一樣餅啦。學個徐子兒從失戀歌嗎？哎，沒錯，但一面吃一面食，打配菜或者配咖喱更好。因為看到煥滿哥哦，見面咯，動吉他樣嘅哦，因為佢要帶了一天動煞片時間。對。
去年也係前2年得到乜嘅獎？去年这个客委会提出改全国改客语模范家庭，我是代表我新北市的代表。厲害，也不容易耶。來個提名最讚人哋理事長。理事長勇敢實，今天唔係聽下你蘇聯客家鄉前啲嘅榮耀。今天我們就是自在參加啦，大家省錢啦，好冇？係真緊嘅通樂會。好，我們先暖身一下，前樂金行體育館嘅 PK 咯。用錢來挑戰。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我動腦筋，還會比反應，兩片變數樣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講到通樂會吼，真緊就會嚟教一下遊戲咧。等下你啊，9宮格地背度哦，要把這個題目也係人物，但是要答錯也係萬星星功，就做得到1分咯。冇錯，啱講呢也唔但唱喺 CV 來挑戰哦，等下兩組總共答對嘅題數加起來，就代表講總鋪時呢做得先幾道好食材來做料理。謝謝。哎呀，蠻會心血，講究禮貌，你看先俾咧。剪刀石頭。哦 ，yes， 咱你也嘛該咯，咱最先都我們勝利哦！是我們。咱最先都選你咋？甜蜜蜜。來，搶坤。像我那種火龍果最甜呢，A 係黃皮，B 係拍肉，C 係鳳肉，那種火龍果最甜？鳳肉嘅火龍果。哎呦，最甜。好，鳳肉，信心滿滿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！你睇非常嘅簡單啊！我 A、B、C 比較起來哦，鳳肉係最甜嘅，咋個咧係黃皮，咋個咧就係拍肉個。學習了。好，風吹。來，粉米。冇問題，搶坤。哎呦，10做題，等下呢都1分當中哈，1分鐘當中派出一3人，然後也一支包熟搬一搬，拔下來，也嘅包熟料，按樣就算過關呢。呢一關呢當簡單，薄一嘅包熟料下來冇問題啦嗬。冇問題。第三，你辦法你又可以俾貴嘅新北市嘅講要。壓力那麼大哎，最天愛嘅。準備好未啊？係，來，好了，2分鐘聽聽哦， 1分鐘哈。計時搶開始。好，哎呦。看起來平常時是要圓筒哦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安排哦。哦，這李子總還做孫沙衝山歌哦。哦，會哦。坐在那預備備起。茶愛不要慢下來。兩三皮三米嘞。不要慢，不要慢。莫在啊，就落了你呢。太厲害了！我搶你，我搶你，都上時間咧。飲茶一下，慢結束，飲茶，搶你一隻，9、7、6、5、完成。哇 ，ending pose 動作，這個好厲害啦，冇問題啦。哎，李思正哦，首度呢都人哋9宮格地度呢完成呢，我們手作又喊做的才藝表演呢，掌聲鼓勵。得到1分，恭喜！好，恭喜風吹得到1分，史上第一次哦。係啊，目前哦2吹得到分數，3點下來攬吹，神仙之樣。好，不會是。好，已經切開了嘅快餐，按用嘅保存呢 ？A 來塗抹食用的酒類 ，B 係用那個紙巾沾水包着 ，C 係用來手沙拉油。B 用紙沾水來包起來。好，包起來，那時候唔會嘅變色啊，有氧化性。哦，還會氧化，還會正確嘅答案係 A。我做乜嘅咧？咩特種嘅酒哦，做得咯，係熱天愛
30% 度以上嘅嗰種酒類醬做的。啊，過個月後吼，它的那個切口電機愈合，用個熱量儲保鮮期來去做的咧。我下建議大家吼，賣咗來次嘅快散哦，即係做得落去削皮、削腸粒，然後切殼以後變到變相地步冷凍起來，水沖嘅保鮮時間做得到半年之久哦。哇，學習了。謝謝。好，風吹。哪一家？好，花藝大師。好，搶坤。好爆！哦呦，哎呦，哇！今個實作題我用嚟做呢，底下要向2-3人派出一位代表，喺11分鐘當中做得完成一類火腿花，而且呢，也個花瓣做唔得，對下來哦，花也不能散掉，咁就做得嘞。好，兩下也個火腿花都當用嚟做嘞。係啊，有一隻示範嘅成品圖啦，本睇下看下，你啊就係哈姆嘅花兒，啊假使有一排嘅花瓣哦，團體是做唔得咯，所以我哋要準備2片半一起，哦，以粉狀甜甜來做貼，哦，歷史上因為有係你眼好潤哦，它是精美的河滿分，河滿分，滿妹嘛，幾多分鐘？係哦，係，好，好，其實搶開始。李思聰太厲害了，該不會還有可以唱歌了吧？我已沒做得啦。哇！預備備起，忙上到。等下上到，等下會唔記得啦。他有在唱，好溫柔哦。其實你啊地步嘅技巧係嘛計，做啲老大家小嘅下蠻美姐。通常愛卡夾一絲絲的刀工，愛卡利落咁樣啊，時間是半個 K 的哦，串起來哦。串起來也是一個重點。對，其實下背哦，不是調油。對。下背做得下盤。不要那麼細，不要那麼下面，不要那麼下面，下面留一點給它提起來，給它花托，給它花托。寬一點，好了，好捲。8、隨便捲。7、6，插進去。插得進去。插進去。3、2、1。啊，這個是我們錯的。鼓勵一下，鼓勵一下。哎，冇簡單呢。簡單，還是有技巧在的。係啦，因為喺下面就有講到，總得調油，可以下厚一點。對，不要那麼密集。1分鐘聽少嘞啦，做咧講嘅啦，慢工出細活啊。歷史上，用一下啲兩沙啦，用一粉甜甜。哎呦，好了，OK 啦。好啦，佳佳哈，來，骨界潔癖王，冇問題。不敢啊，來來來，而且小戴師傅切一個愛心哎。你跟誰告白？恭喜菜，我是會心動的哦。我是會行動的哦。下半那種菇呢，都會料理嘅時節之前，我先洗槍。第一個係香菇，第二個係金針菇，第三個係杏鮑菇。料理之前，我先洗槍。杏鮑菇，杏鮑菇我洗兩沙槍嗎？都上會洗錢，對，做乜計咯？耶，杏鮑菇又方便哈，當天又灰塵呢，對吧？又轉。那金針菇沒有嗎？金針菇它整個是在那個環境比較那個環境比較好。因為環境好活，好家境比較富裕，它在溫室啊，就如好嘅培養誒。好，到底攬住緊要答錯咧，看下正確嘅答案係香菇。我講出嚟哦，換萬哥解下講誒，要啲鳳強係正確嘅，因為我哋一下台灣哦大體重嘅香菇哦，大部分哦都係到室內冇蛇圈嗰種太空包啊，又係片片罐罐當中生出來嘅，所以哦未冇用到乜嘅化學啊嘅藥物啦，所以唔是食到強力，唔過需要嘅像香菇。還有木棉兩種算係下半開放式的生長環境，呢啲會要得會清肺，所以未建議大家煮之前就得稍微試一下。
对，就像是给苏建雄、古给德啊，它是没有完全在那都室外半开放的这种。好，没关系，现在还是平手。嘿，错，倒霉的是他们2个。历史中还有地府，来，来了，来方挑一个，3个喽，剩3个喽，剩3个了。你是小博士还是偶才知道？偶才知道。好，没有，你偶是才知道。这总堂的连药呢，做我们的用铁棒的来做，黑米嘛干呢 ？A 容易粘锅 ，B 看不会煮头 ，C 它会变糊 ，C 好，谈历史中呢吼，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係恭喜！哦，你算係送分题啦，因為連藥嘅本性哦，該師傅強化應用嘅實哦，用分你嘞，會搞嘞啊！真的這不簡單吧？連藥本性是動物蝙蝠啊，我大家可能學小弟嘅就鐵啊，第背讀就叫鐵離子哦，會增加蝙蝠然後溶化嘅速度，所以這個鐵我們用鐵鍋，所以建議大家用陶瓷木具啊，又係玻璃嘅木具啊，你做得到竹子天線，比如說變水地背讀，還有參掉嘅，比如講蒜絲啊、雷夢樹啊，做到咧避免氧化。好。好，藍隊，而且哪題嘞？教你怎麼看。好，我扮演款。有辦法咧，看一下。下晡老公就有關的講法，那個係正確嘅，A 係越慢越甜，B 係越熟越亮越高，C 係越熟膳食纖維越少。嘿，用腳，越熟越熱量越高。是啊。係啊，用心哦。好，明珠姐姐今日都冇講到喎又。B， 今日展心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。C， 歷史中從來用嘢。好啦，咁我做乜嘅？我要準備俾我本睇下看下。其實家下看到嘅 A 哦，讓大家了解一下，萬土哦係讓嘅熱頭哦有相關啊，因為用掉佢本身就叫向陽性，所以它會往那個日頭熱頭嘅方向來彎。咁我家下講到熱量嘅部分。其實係緊縮嘅熱量最大，因為佢用嘅時間下久啊，就代表講佢地背圖本身嘅運動數啊消耗到強度咧，所以個熱量就會清大。係啊，所以看一下最多的其實飽足感最多的是綠香蕉哦，它膳食纖維最多的也是綠香蕉，嗆嗆的呀。我是以為大家應該會那時候越熟越甜嘛，熱量越高。咁不過其實佢地背圖嘅運動數會消耗太。係啊，所以假如我講歡迎哦，你做啲建議大家食嗰種有啲污點咧，較熟透嘅。你講啱嗎？你是抖心啊！你是親手女。是張國強。好，哎呦，有好多了哦。好，这波谜一馆就是风吹喽，哈，这个汉尼小博士来看一看。哎呦，他讲这些后语喊前不着流，黑马个意思呢 ？A 徒劳无功 ，B 轻而易举 ，C 出手大方。有談過嗎？不着流。喊前不着流，黑馬個意思呢？糖豆哎，但是徒勞無功。立珠，立珠。你啦，徒勞無功好。好，有人談歷史中嘅哦。好，我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！大拇指，大拇指，耶！莫該買意思咧，走溜啊，就係溜啊嘛，它是網字，所以溜嘅本身是係有空啊，但是因為喊前你喊伊不空，到底係徒勞無功係嘛意思呢？喊前哦不愛就好咧啦，吼。哦，你不要再去減肥了，喊前不着流啊！徒勞無功，喊前不着流。我去醫美是因為我出手大方啦，吼。六米公主。好。風吹有3分，南吹1分，總共4題。哦，恭喜！四個，不錯的啦。題是改成油條。油條。哎呦，還有個鹹潤，好嘞。鹹潤。還有兩項。現在腦筋急轉彎。芹菜。還有最後一項。美聲嗎？哦。變下喲，啱啱用下。歷史中嘅點材料。蛋呢？還有米橘啊。米是苦瓜。蛋。苦瓜。唔係。苦瓜。苦嘅。兩天後，哎呀，好。
傅上菜了。Hello， 各位師傅，今日呢總共有4項食材。挺多的。 4項食材，請問一下師傅有上好菜名冇？有韓倫排骨，韓倫排骨，韓倫是韓倫呀，排骨，排骨呀。哎呦，哎，油條做排骨咯。係啊。來。好，首先大概油条先帮你剥一半，然后切成大概4公分差不多嘅段就做得。好，等下我會用破嘅方式來幫你炸到熟。安尼就你嗎？哎，再長一點。我安尼4公分嘛。排骨係要骨頭，不過油條係空心嘅。冇相關，等下先就是切樣有當好先朋友。好，一片還有那個鹹蛋，鹹蛋應該幫佢大概亂放，哦，幫佢分開來啦，因為兩個點後會炒，把它炒。金沙。對，金沙幫佢炒。啊，兩個甜椒呢，哦，就幫佢切一絲絲的就好了，配色啦。啊，甜椒做乜嘅係加係你上研究嘅食材哦。因為我想到那個羅曼。其實係綠色嘅，綠色係東多種東西的，就唔是不用下去的啦。哦，就我覺得師傅真的很注重配色擺盤，就算已經沒有東西好選了，他還是硬要選一樣。色香味啊。好，兩片呢就幫佢兩個油條呢，幫佢破一下嘞。高溫嘛。雖然講兩個油條已經破過嘞，啊唔過我會用個高油溫幫佢炸到酥脆脆咁樣。哦，其實兩個油條本身就凍油嘅，啊唔過我會用那個火力較高一絲絲嚟幫佢逼油。啊，師傅像我這個油香絲哦，半夜去到那種永和豆漿啊，賣轉那個油條，夾熱以後，還會是叫永遠聽，睇下怎麼回酥。你做的就用氣炸鍋嘛做的，烤箱嘛做的，幫佢個水汽呢把它揮發掉。哦，係因為水汽。啊唔過你按用做咪不會看硬啦。哦。因為油香絲跟永遠聽浪聽的是丟聽動口先嘞。係啊。可以不要吃它的。不是，好好吃，很好吃嘞。你做的去買個調奶啦，幫你補一下就有。哦，對，像杏仁奶也可以。係嘛做的，啊燕麥奶嘛做的，無調奶嘛做的啦。哦。哦，幫你破一下嘞。啊，今日小戴師傅嘅作用就會切蒜頭米。而且小戴師傅切一個愛心哎。你跟誰告白？講切菜，講出來。跟露營挑下該面來切的。你看，你不要這樣子劃分界線哦。還要送給你。我是會心動的哦。我是會心動的哦。渣男給分那種的，我媽會看，我阿婆會看。是你老婆會看。哎呦，你啊嘴講已經夠很壓負面。我想講啊，唔掂啊。你要差不多會破幾句這樣的回數。差不多你看到兩個用兩個夾的啊，幫佢夾一下嘞，看到如果硬就差不多。啊，唔是炸到凍糊啦，因為兩個撈起來了後呢，佢會慢慢的再持續加熱，啊，持續加熱佢會糊體。撈起來之後會持續加熱？會，因為佢嘅溫度凍夠啊。哦。好，咁樣就差不多嘞。大家好哈，你講4項食材哦，師傅完全不是用提加起那油條。對，你是本來就想說，做乜嘅油條料理，全部你家師傅嘅觀眾朋友。因為大概剛才在答題的時候，其實前面就答了2題嘛，就是想要做乜嘅東西咯，就用。哎呀，啊，就上網嘅時間其實上個唔是種嘅。哦。那就2題嘞。那2種嘅時間就油條到鹹卵。嘿。然後剩下就做的用那個其他嘅配料。哦，那2種啊用乜嘢？就是上水啊。一種是餃啦，一種是餃。餃啦哈。好，哎呦，好，幫佢做一個配色就做對了。好，2片呢，好，幫佢好加熱一下，好，有一個油。哦，要新的油。對。好，油做得多一些些。好。你們有做金沙？對，金沙，好，2杯應該。鹹蛋黃，哦，一般來說呢，做得就應該烤箱幫佢烤一下嘞，哦，幫佢把佢給它烤到熟啦。因為本身是係，有些會比較硬，像那個我們做個中秋節個月餅，因為它硬，哦，所以有些會把它包粽子的概念，對，都係要烤過誒，斬果烤過，它會變金黃色。對，哦，那個呢幫佢按用，哦。有個泡泡，它的泡泡呢大概就會有個2倍左右的大小，會比較剛好。
好，一片呢哦，就做啲切油油，切油油好。蒜头，金沙要配蒜头。对。那蒜头呢会比较后面一点下，因为金沙的温度会比较高一点点，所以了解蒜头较不会米这样冰。好，一片呢哦，胡椒粉。客家人是挺爱用的。好，了解。好葱，鹹甜。我按倒會亂拍哦。哎，沒問題嘅。上滾啦，油就炒啦。而家就鹹豆類啦。完美。哦，都得用下哩。冇問題啊，等下李思仲要得會檢炒。係哦。好，一片，幫你。哇，看個相機。係哦。好，幫你炒一下哩。對，西菜嘅排骨就按用先。哎，差不多啊，唔過你做的啲地度呢，老意思是咧，像了解五味啊，好，用乜做的？哦，剛才有五味啦，冇上滾啦。不過你要算係五星素哦，就加蒜頭。有蒜頭，好，了解芹菜。好，差唔多咧。哇，凍薑誒，鹹白雪寸的油條是不是丟體咧？這也很下酒吼。好。好。金沙排骨。按牛去後勢咯。江明做的都很优秀，好，認清一下啦，我是美人魚。哦是哦，哎呦，等他们被 Q 日本師傅嘅掌聲，好厲害哈！真會哦，真強。油條做得變到按用先，看。不簡單，全部簡單。先試看啊，來來，試看，來。哇，夾幾耐是不是就該上鏡？哦，色香味俱全，盲色哦，替拜呢，加風脆，好酥哦，切到骨頭咧。厲害。那原來像骨頭按用，唔係冇骨頭。很酥脆。我你都見。看到牙齒上。係啊，牙齒喊出來啦。好食，專心嚟做鹽煮一做咧，也學到嚟替拜，嗰落嘅鹹到冇按樣當真的。香，哎，好食香。好食。啊，金沙好食咯。好食。他剛已經講好食了，這馬係謝。即係麻會台咯，係啊，冇打鬆片。係啊，對嘛？係啊。上次來是啦，很下酒菜，對不對？好酒嘢嗱，陪酒咪真好呢。紅酒。啊，紅酒咪真好。都沙基地主就做弄本泰了，是東家料理案呢，哈，意猶未盡啊。對。哦。那煎拍嘅香油哦，就改做用氣炸鍋去做。也可以。好，等下這類東西過後要吃一下小點心之後，等下正式來做料理耶。今天還沒有做到料理呀。料理嘅節目啊，冇問題。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做下點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被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今日呢，雖然講係啊個新北同樂會，唔過呢來到最杯米館做的講係個新北女戰嘅啦。哎呀，勁緊張哦，還有大魚類咧哦。你從唔一個角度講，係新北我來做盤子，錯，盤子不太架些。對，嚟問一下馮翠帶來料理菜苗都冇㗎咧。糖醋茄子豬肉堡，是做漢堡嗎？這種堡咩？這種堡。也係。真娘啊！咁你等下拋注一碗翻牆嘅意思咯。要講冇問題。好。呢度最特別係講哦，喺 Q 哦，平常時小朋友動腦血咯，結果呢度會變做鹹酸甜。鹹酸甜，我不下個小朋友懂意思咯，很期待。我幫你食2碗飯哦。哎呦，家庭料理啊，用先。哎，對。好，
水杯米馆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加油哦！茫问到咱水，伊就是很有信心米款。嘿，今日带来个菜名按到嘛个？发驥炒圈菜。 发驥炒圈菜，客家人最好食咧。好食又好食。系啊，紹介一下。哦，我今日睇發驥啊，發驥韌肉成分重夠，蛋白質也全夠。啊，圈菜咯，又就降血壓，還有炒起來又清脆又好食。還有差唔多蔥呢個，客家人個先蔥面啊，成日食到咪蔥面，參去啦。啊，前後還有嗰個發呢個彩椒，啊，彩椒參落去，顏色又好看，因為甜甜唔會辣，唔會辣，食音又好食，但是唔會感覺食音會排斥。嘿，哇，厲害厲害，講到100分。大家講到厲害，這個觀眾朋友和許多公係那個購物台的，然後明珠姐姐是旁邊的展示誒，是啊，非常用力。好，水面就慣了，我點起來哦，有信心哦，好，加油！兩水都已經準備好晒，馬上來倒算，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搶開始了哦！來看呐，來，歷史中也會。 哇，又暗瘡哦！嘿，牙條嘅哈，又醬又好食咯。而且等下，從頭到尾盲糖豆你自己講法。哎呀，你主要這研究上嗎？來傳一哎，李珠姐，你在問你，他在問你。李珠姐，你糖是要幹嘛嗎？聽不懂。对。那你的拿手菜是什麼？我喜歡煮那個杏鮑菇。你是宅嗎？菜。 你吃素嗎？素食。对。哦，冇乖。那該下個油條你一定很喜歡。那個很棒，非常好吃，意猶未盡。哎呀，好溫柔哦。對呀。有叫宅經驗都會按用嘅哦。是不是有豬的都蠻溫柔？哦，我叫張伯豬啦，張伯豬懂溫柔啊。你條咩當有營養哦？因為吃起來哈，你要醬皮。 當好，然後對心血管嘛當好，心瘡了得。還有那個花青素，還有花青素了得。葉黃素。等下雪落去會讓你用這樣長熟的咯。哦，一聽愛嘅好嘛？啊，你是這種女厲害，太搞你就講你什麼都會。才女哎。含的是多好一點啊，都係我哋這個得多的啊。嫩膚。 書法啲美味呢？真的。哇！有我當年代下春聯吼，一年差不多下2-3千種。哇！書會脫體咯？差不多，多才多藝。常常會嘅。他畫的那個牡丹啊，大家都搶着要。哇，國色天香。啊，歷史中，因為安有心哦，從嘢車夫嘅時候，有朋友強下來報名。 真愛啊！因為吼，唔咩，我帶佢哋出來行看看啊，唔對啊，讓我了解到，我了解到兩下流行乜嘅，兩下社會行到哪度，流行乜嘅，我哋我天然時代在進步，尤其我哋同樂會，你看按道嘅食材吼。 料理按好，我哋係咩？我來學習。好，我帶陣幾條上來啊，當做得啦。好。哇，比條橋啊，根本就難好哦。好。係啊，你等下過多陣來，好不好？好。這邊先瞅一下，好。哇！也幾手工人用按太咋？係啊，凍盤呢。哦。OK， 哇！ 这个说芹菜要把它拍一拍，它的纤維才不會那麼粗。好，清晰那個看出來。那滿哥，你平常做料理嗎？有嘎嘎，因為這道菜哈，它可以輕鬆生，請客沒輕捧，又料理又快，營養又高，也很討喜啊。像以後美國因為清台風哦。 伊倆套菜哦，很淡淡係味道不濃，然後小朋友記得哦。哇！你要煮版本順利啊，就什麼？我有。很好哦。啊，你很有設備還打到邊個本水底度嗎？嘿。哦。他很快手腳哈。嘿，東家熟嘅。哇！呢度車飛地背圖應該係做出事哦。因為喺前排呢度嘅食品公司。工作成久啦，做董事長啦，吼。
明珠姐就更不用说了。明珠姐什么了？明珠姐对啊，都很会做料理。叫明珠的都很优秀。超。认清一下啦。啊，明珠啊，这你今日都冇共同嘛改会呢？对啊。因为真强哦，真会啊。哪方面老给小解一下？明珠姐还做哪方面？照相、带动唱，然后演讲，咱像咱讲情话，带色彩，全有爱心呐，真会做。不怕有爱心的，Nobel 美全有爱心，那叫副理事长。副理事长。啊，今天太内向了啦。志工。志工。台大赌莫那天要做爱多事。因为他们协会每个人都很外向。没有，我都是。你需要什么？有，你都做到让你很喜欢，服务费呢？你每日做主角，来，你会不会帮到忙啊？如果来，那优婷婷，优婷婷，加温很加片哈，加温哦，还是加分？加温，加温机了好，加温啊。好，你等下锅都做了哈。哦，这个好，回来了。嗨，哇，白猪肉哦，东香哦，哦，你要特制的酱汁哦，闻到鼻子，腐醋，哈，加蒜头米，搁加一点辣椒啊，哈，其实咧，蒜呢哈都是姜下冰，姜下炒，炒啊，都调炸好，够油够好嘞，都可以炒啊，按时做得嘞。啊，满妹姐，你的拿手菜还有嘛该？该王腐饭，哇，哈，王腐唔会冻哈，三瓜海鲜，哇，康乃之敌嘞，困难讲糖醋排骨，哦是哦，哎呦，跟他们被 Q 哎，好，对这样。丽珠姐也很厉害，丽珠姐，你如果忍不住的话，你可以去拿相机哦。我们前面也很多台，这是手机。啊，今日你要拖出来算做本嘅半个月嘞哈。今日哈做本太假色，做本嘅安本还是做本嘅拉色嘞。哦，係。呢啲係樣板攞去飛件。用阿婆當我色，幾時行去做？哇！家陣有咩講客嗎？伊當會矮顯啊，個跳客家舞。哇，矮顯動難呢？唔會啊。繼續。哦，佢動高筋。我是那個弦斷掉，弦斷掉給上去。哎，第二 Q 的動是這樣哦。而且我們要上菜的哎。安吉啦。可以啊。那我覺得我們的那個靈魂醬汁蠻強。對的，對。屬於重點就該攪。這個你是這種快菜的，真的要蹦翻呢。醋不夠，是嗎？醋不夠。等下坐在醬蓋的拿去了。好，我們去看一下那邊了哈。好，他們他幫你拿黑醋，等一下。好。哇，都有加西耶。還有擺盤哦。嗯。換滿個豆腐卡都很易煮哈。嘿，俺好煮啊。他很懂夾素腳。今天安台地呢。青菜炒海鮮超讚。客家人哈唔講嘢食，海豐。哇，蝦皮敢會攀走醬年啊？蝦皮地都有哦。有哦。啊，你煮安好些咯，你袂驚怕車費方面煙強多哈。他們是5星級社區。你這個車費還有減費站嗎？像律師長，這看得見，過程是關鍵。蝦皮地都有哦。有哦。啊，你煮安好些咯，你袂驚怕車費方面煙強多哈。他們是5星級社區，明珠姐沒關係，下一次換你來當主廚，沒問題。等我學好。好，好，我們就去倒數哦，哈。好。天草馬松的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馬上出嚟出色看那最本一關，那部卡料理較讚的咯。來，本親愛的眾賞！哇，今天呢是新北飄香了。係啊。真嘅呢做下啲都出太菜。係啊，真嘅係湯落飯做出來細節咯，凍飯落個。好，先來這一開諷刺一個料理，好不好？紅隊的先吃哈。謝謝。
超薄棒饭哦。皮了又都有散步的感觉哦。哦，对啊，这个酱好好。好吃。哇，这个酱很赞，酸酸甜甜。我看两盘盘那个拍腿啊，咱口内有散盘哦。你系列对下你的心理哈，新陈代谢都好哦。啊，皮肤哈又粉粉嫩嫩的，安内。他每一次去我家的时候，一定指定这一道菜一定要上桌。对对，这丽珠姐的必点。对。他那个香香哦。是好了。我放这样子，是这样会盘啦。大概两碗盘那盘。这很开胃，酸酸甜甜的哦，酸酸甜甜。明珠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吃？我喜欢吃酸酸甜甜的，对，像初恋一样。对，好怀念哦。哎呦，好，三等下来揽嘴哦。好，好来品尝一下。这个超大的寿光哎，唔讲饮食嘅，他讲唔讲饮食。哎呀，哇，超饱足。超饱足，好好吃哦！哇，咁慢烧嘅，调味每条都嘟嘟好。哇，你这个车费还有咸贵点吗？甜绿是种。你看，好吃看得见，过程是关键。经典名言，我们会记车牛排，浓厚的粉嫩、Q 弹，入口，有嚼劲，非常棒，很新鲜的哈。对。你这个发剂哦，处理到嘟嘟吼，唔会高硬，Q 弹弹的，韩国哈刚因最好学嘅一种敷掉梅头啊、梅啊，全就煮出来，然后彩椒画龙点睛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而且有锅气哦。要讨论，那这师姐让咱表姐让他讲哎，从研究，你从研究，你还是念做研究所嘛？研究，哦，应该就满意哦，非常好。你还相信哦，你下吼，非常唔好系师傅咧，记得真经会上脑筋咧，开始的时节咯系散鼻热，到底最美安阳半年呢，莎莎来看一下师傅评分了。目前嘅比分蓝水佬凤水哦系1-3。啊，唔过进场的时间马上就会到诶，现在抢师傅凤水抢分数。10分呢，还妹妹9分啊，就只有3分而已啊，还只加1分啊，9分，看民主会加1分，本来是10分的呀。好，进场的时间来看一下蓝水得到几多分。料理的部分2组都会得到师傅最高的评价。先来抢一下小戴师傅公平。哦，那你一半走该 Q， 这有点像该鱼香茄子的配件。好，不过做安尼酸酸甜甜的，那每一百是都安尼调味。好，一半到一半该，那你上该鱼香茄，可能又有一点辣。不会哈憨，对，可能真的要崩盘会比较，可是这个吃起来动呛手，而且比较没有压力，吃起来该梅头全嘟嘟哦，唔会调咸，唔会调甜，酸度咪嘟嘟哦，这种好食。啊，你一片该真是太过小毛软的，该安太的不然都吹地不都黏黏的，就该甜梅。像后切鸡排。对，该嘴动态做的黏黏。黏黏的，动薄嘴，大概芹菜该是该动传统到底的该，人恁客家人习惯系统有的传，所以提白是都安太的，真是很满足。谢谢。好，来谈看一下阿吉师傅嘅想法。凤腿两片呢，佢嘅茄子处理都懂好，所以讲佢就炸锅，唔过下锅的时候呢，佢懂聪明，就用那个乌醋。下锅的时候呢，而家雕出呢就唔会变色的，懂厉害。而家口感呢，是到滑溜，而且酸度呢也够。我有小小建议，都得老一叔的调油啦，呛一下，不给它锅气，不给产生出来呢，给它香味会多一个层次上去。那再来是那个气人叉吧，都得切粒哈嘞，这样你会按用按开的按用。切粒哈呢，按用好就那个按用炒，而家香味这样会堆叠出来。这个小小的调整，不过味道浓厚是。
吃的哦。哦，蓝腿料片呢，真的用料实在啦。哦，这个俺没看过，哎呦，潘总都没按多啦。哦，泰国真的懂厉害。啊，你个呢，芹菜啊，还有个甜椒这种炒锅啊，做的一个小小建议都得，你炒完之后呢，都得用锅盖帮佢煸一下咧，那个甜椒啊，还有个芹菜呢，才会较容易酥酥的。啊，不过基本嘅按用切嘛，懂好食咯，感谢。好。果然呢，名不虚传，新北呢出太中埔两岁都料理都得到师傅呢满分嘅肯定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皆大欢喜，今年呢不管素养都係新北人啊哈！鳳翠得到嘅9分，藍翠得到嘅7分，先來恭喜鳳翠得到3000元嘅壓歲錢。哦，稍後來看一下藍翠吼，禮拜得到嘅禮物咯，哎呦，一等讚係藍金不沾鍋具組，全國貴重購機嘅 set 哦，哎呦，美哦，我都羨慕了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今日呢，感謝理事長帶隊呢，帶出帶大家看下來比賽，先來請100分滿分的滿妹子，滿妹理事長，然後大家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。感謝我哋客家電視台同樂飛有按樣節目本來都上來參與，本來裡有一點發揮我們的能量咁樣嘅，然後活動時留大家來分享咁樣嘅。啊，唔過理事長，你冇做嘅菜按到嗬，做唔得將來100聽聽當大餸誒。真嘅嗎？係啊，都得來係。係13號係咪再留人就再過來？好，其他啊，咩再帶其他飛人來啊？好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麗珠姐這一次來參加是一個很好的小幫手，那麼這一次參加的心得，沒老太敢分享一下。這個是非常難得的機會。來這邊是不僅是展現一下說我們在家裡平常做的一些家常菜啊，然後又可以聽到那個我們這個專業的廚師的一些解說啊，學到非常多的東西。所以真的有機會可以再學習，再來參加，非常的棒，感恩了，跟着你們一起來。好，下一次吃麗珠姐煮的素菜。好，沒問題。恭喜，謝謝。恭喜！稍後來問一下阿姐哦，我剛剛私底下才發現哦，哎，原來美漢音哦，我到現在才發現呢。對啊，明珠姐姐是，哎，明珠姐姐，難得對我一個妹妹。今天有什麼心得呢？今天真的很開心哦，來這裡可以看到這麼多大廚、主廚哈，還有就是可以品嘗這麼好吃的菜。那最重要的，我們的理事長哦，真的是愛妻一族哦。包括我們今天準備來的點心都是有用意的，因為我們叫老婆餅，吃了就會更愛老婆。然後我們今天煮的花枝炒芹菜就是一個家常菜，也希望說每一個人都回家吃晚餐，或是一起吃爸爸煮的菜，這樣子全家才會幸福又美滿。我覺得這樣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節目，然後可以推動給全國的人，大家都來參加。哇！感謝我哋有一家子嘅線川台詞。剛好吼，阿姐妹就講到范滿哥，其實就係千日台嘅理事長，當有心愛用川本阿姐來，然後帶大家強下出來。哎呦，希望來到節目哈，主持人和大家很有心哈，參加節目大家來參加，而且所有的客家人又繼續下去哈，一起有情哦。然後竹編客家鄉親會呢，一代傳一代，一棒傳一棒，棒棒是強棒，滿妹呢是更棒，比我更棒。所以我希望他帶領之下，我們會更多、更有機會來走出來，讓大家知道。謝謝大家。超級棒！無論係范滿哥，也係滿妹姐，都係滿分。感謝呢個新北嘅樹林客家鄉親會，感謝你哋哦。謝謝。真係你哋哦，謝謝。你看從頭到尾本日的各位看到新北呢，真的係物產豐饒，人情味又很美好。有講會做料理，到時候新北還有青島嘅料理人才。南北歡迎睇起家叫下來到一家自助報名參與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恭喜大家。